最近有好多客人打電話俾我，問我喺米樂書院附近有冇啲兩房單位推薦俾佢哋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套位於太子道西嘅單位，明鑽。單位距離米樂書院只需要步行2分鐘嘅步程。望一望單位啊！單位423尺，呢個位置就係佢嘅客飯廳。如果喺呢度擺張2人嘅 sofa，再做一個上牆嘅電視，你會有一個好溫馨嘅屋企嘅感覺。而喺呢個位置咧，絕對足夠擺一張4人嘅飯台，好適合一家大細。喺呢邊你會見到佢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發展商採用全套嘅 Villa， 反映到發展商對於單位嘅質量有一定嘅保證。浴室呢邊咧，發展商咧就配有浴室寶啦，同埋浴缸嘅設計。有陣時返屋企做嘢做到好攰，或者小朋友讀書讀到好攰嘅時候，都可以喺度放鬆下。至於第一間客房呢邊咧，佢呢個大概60尺左右嘅睡房，擺一張單人床，一個雙門嘅衣櫃，再加一張上牆式嘅書台咧，係絕對輕鬆冇難度嘅。好，嚟到呢邊係我哋嘅主人房。主人房發展商非常貼心，喺呢個位置咧預留咗一個大概1.5米闊，可以做到3.35米嘅高大衣櫃，絕對夠擺晒1年4季嘅衣服。呢個位置咧，如果擺張 Queen size 嘅雙人床咧，絕對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空間感非常夠嘅。如果大家想把握機會擁有呢一套單位嘅話，就快啲打電話聯絡我啦。Thank you。